是非是牛王大地主子皇城，啥要女儿到马家，要王母娘娘求生，啥要女儿到马家，要孩子把手来拧平，啥要女儿到马家，惊动牛女来的用灯，啥要女儿到马家，四大金刚来做大叫声，啥要女儿到马家，新娘要听观世音，啥要女儿到马家，站里要听吕洞宾，啥要女儿到马家，齐天大圣来做戏文，唐玉一见潘不人，竟是许香儿门。五云阿拉玉定心，反什么名嘛，做滚么为？哪个女人啊，给上个死非翻身者？要翻身啊，做娘到苦于一定。母亲，你将他逼出何来？阿奴啊，只要女人再翻身，哗啦啦，岸上撇开边望镜，只要女人再翻身，开始开花进东林，只要女人再翻身，帽子脑袋到身顶，只要女人再翻身，老来请我上称心，只要女人再翻身，手嘴边你会插风拉绳，只要女人再翻身，无极头壳边我拉绳，只要女人再翻身，把相同开发拉丝里女妓为万文，只要女人再翻身，铃嘟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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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丢在山里顶，只要女人再翻身，东人大黑就会压人，只要女人再翻身，老有谁东人病，个山女就会找一个那个女人会翻身，个唐女就不找一个要翻身金山金丝来翻身。是非是牛王大地主子皇城，啥要女儿到马家，要王母娘娘求生，啥要女儿到马家，要孩子把手来拧平，啥要女儿到马家，惊动牛女来的用灯，啥要女儿到马家，四大金刚来做大叫声，啥要女儿到马家，新娘要听观世音，啥要女儿到马家，站里要听吕洞宾，啥要女儿到马家，齐天大圣来做戏文，唐玉一见潘不人。